大康為咗慶祝9月9日喺香港交易所上市，特別推出限量上市紀念版 P8 KBC083 碟剎竊車。佢用咗大康最經典和出名的 P8 為基礎去設計，居便用咗高貴的紫金色去設計，車架用咗啞光深紫色，車架上的大康字用咗金色，而車架都不同貼花去點綴金。千尼布居的輪框、花鼓、快插、座盤減、叉盤都咗金色的零件，十分高貴，連車頭章都用咗金色去配搭，連座位上的大康 logo 都係用咗金色的。尼布經典的 P8 碟剎板刀，同大家介紹返佢的配置，車架都係用咗4130落木鋼，吸震能力更好，而車架都更耐用。當然佢都有大康專利的馬甲線，車架變成穩固三角結構，改變了車架的受力分情況，馬甲線受力最大，摺疊裝置受力變小，令到部居的壽命加長，而車剛性都會提高15%。今次佢都用咗 Shimano 油壓碟剎，令到制動力提升和提高手感，而佢便係用 SRAM X7 的變速系統，變速都順滑，佢的輪組都係啤零輪組，而配的便係 Schwab Big Apple 20×2.0輪胎，可以確保到騎行的穩定性。紀念版已經到貨，有興趣便可以向我哋或各大經銷商查詢。